大家好，我叫雷鋒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題目就係房委會最近通過收緊公屋富戶嘅政策。喺呢度，我會講下一人家庭去到6人家庭，要超出幾多錢每月家庭總收入限額，就要交2倍半租、3倍半租、4倍半租。未開始講之前，請大家點讚、留言、分享，同埋最緊要幫忙撳埋免費訂閱嘅鐘仔，呢啲就係對我繼續製作影片最大嘅支持。多謝大家。一人家庭入息限額13090，收入介乎26181至39270，就要交2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39271至52360，就要交3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52361至65450，就要交4倍半租另加差餉。要注意，當公屋租戶在2個申報週期，即每2年申報1次，合共4年嘅入息水平，均超逾公屋入息限額4倍但不多於5倍，必須遷出公屋單位。收入超出65450，就要遷出公屋單位。2人家庭入息限額20230，收入介乎40460至60690，就要交2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60691至80920，就要交3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80921至101150，就要交4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超出101150，就要遷出公屋單位。3人家庭入息限額25100，收入介乎50200至75300，就要交2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75301至1000400，就要交3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10401至125,500，就要交4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超出125,500，就要遷出公屋單位。4人家庭入息限額31000，收入介乎62000至93000，就要交2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93001至124,000，就要交3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124,001至155,000，就要交4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超出155,000，就要遷出公屋單位。5人家庭入息限額38650，收入介乎77300至115,950，就要交2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115,951至154,600，就要交3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154,601至193,250，就要交4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超出193,250，就要遷出公屋單位。6人家庭入息限額45440，收入介乎90880至136,320，就要交2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136,321至181,760，就要交3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介乎181,761至227,200，就要交4倍半租另加差餉。收入超出227,200，就要遷出公屋單位。一啲要注意嘅事項：新額外租金水平將於2025年10月嘅申報週期開始實施。第一批公屋富戶將於2026年10月1日按新額外租金水平繳交租金。2個申報週期收入均超逾公屋入息限額4倍但不多於5倍嘅公屋富戶必須遷出嘅期限為2029年9月30日。由下一期居者有其屋銷售計劃起，將600表嘅配額比例調整至50:50。正繳交額外租金，不論其租金水平嘅公屋富戶，在自願遷出單位後可保留綠表資格4年。新安排由2025年10月1日起實施。我今日嘅分享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